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仍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错，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长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晚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仍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错，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
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酒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开始。大家好，可爱的女孩，我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族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见证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可爱。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好让我俩热情永远同游大海。可爱的女孩，我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族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见证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各位朋友，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好让我俩热情永远同游大海。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要让我俩热情永远同游大海。掌声鼓励，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哎，今天奇怪了，怎么浩浩不见哎，他去哪啦？啊？是的，对对对，今天他一个人不在，然后换我们2个过来。哦，对对对，一个不见，2个出现，对对，你再来划算啊，划对，算啊。一个换2个。
有划算。那我相信呢，大家呢都有看到呢，这个报章上啦，像《新民日报》啦啊，这个新闻，因为呢，浩浩在演出他的舞台剧哈，这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时候呢，家中呢就出了一点点的事情，所以他把手头上的工作忙完，人呢就赶回宝岛台湾去了。是的，所以他现在人在台湾。是，所以今天呢，这个好好没有来，当然是宝贝姐妹代班，我们一样欢迎他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掌声。那对可不可以？那这样就确定啦，我们就永久的就把它换掉。对我代班就不用，以后他来代班，我就做这个主持。你不要讲的这么明显，对我们就永久代班就好。也可以。哇，原来这个宝贝是这么毒的。哎，其实不用请嘛。如果你看浩浩，你没有看到浩浩，你看到我也是会有浩浩的影子的。像舞蹈方面还是这个服装方面，其实是老师嘛，对不对？你们经常在一起搭档，对你都看得到，看到他的就看到他的影子。反正浩浩也主持了3年嘛，哈。对，反正来不来都没关系，这样就不用来了啦。这样对吧？哈，来做什我么？不敢说。你们同意，掌声鼓励。了哈，同意了，谢谢。还是有人掌声，还是有人掌声。这样你们2位主持人都 OK 吗？都 OK。那这样以后浩浩的照片旁边放我的跟姐姐哈，谢谢 ，Thank you。谁可以加不可以减？哎呀，对哦，哦，很像 GST 这样哦，有上没有下哦，好棒，好棒，哇，感动。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不可以这样换来换去，对，换久了，等一下我们2个也被换掉了，懂吗？不会啦，你们3个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坐标啦，你们真的很重要。你看照片，3个对找了一个也是很奇怪，所以一定要你们3位在一起才行。老搭哦，你看就好像新婚夫妇跟一个老搭哥。对，我们要求老大瓜，对，我们要求不高，只要你们需要代班找宝贝姐妹就好。 OK 的，没问题的。我们也给宝贝一个欢迎的掌声啊！再一次的掌声一下，谢谢大家。今天呢是我们第4系列的第3集了，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呢？今天呢的主题，主题啊，今天的主题你们知道应该是跟最近的天气有关系啊，就因为有很热。最近的最大件事，大家都在关心的是为什么天气会这么热？对，为什么这么热？哎呦，真的，所以你看啊，最近的大事就是天气太热，该怎么办？我还以为还有什么大事情，不就是天气热而已吗？天气热也是大事呀，那为什么会这样热呀？因为他喜欢热吗？哇，你讲好像没有讲这样哦。没有啦，其实这个是全球的一个现象呀，这个气温升高嘛，对不对？还有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造成这个天气热，所以当然是全球的问题，不是我们新加坡，不是只有新加坡热，让马来西亚下雪。没有这样，我们一要热就大家一起热啊！对，我公平了，这个地球是公平的。是，原来如此，原来。建明大哥真的是非常有墨水，问你天气热的原因他都知道了如指掌。哎呀，所以既然都说了天气很热，那就不然这样了。怎样？今天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给大家来个热到底了。哇，看我们的服装就知道了。你看，所以像服装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够啦。我觉得斌哥的裤子应该短一点。没有，天气热，你穿太长了。本来我是穿游泳裤出来的，结果在后台给我们的总裁阻止。他说有伤风化。对，有伤风化。总裁怕你感冒，也不是风化不风化，其实是可能你的2条腿不够长，是穿的不好看。那佩芬呢？本来要穿泳衣的，然后结果他妈妈不让，他妈妈不可以。他说这样人家以为我们家是卖排骨的。因为排骨很值钱，不好看的东西就自己收好，家里收好，家丑不可外扬。这样说回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我爱夏天 ，I love summer。对，世界很多国家都有4季，是但新加坡同样也是有4季。你们有没有，在新加坡有4季，有4季。大宝知道，有热，然后很热，然后非常热。然后超级无敌热，这个叫4季。4季没有，这个是温度了。温度对。真正4季是这样，4季3个月1季嘛。3个月这是对。第1季第1季夏天。夏天。第2季呀夏天。第3季夏天。第4季夏天。马西夏这都知道
所以我们常年都是夏，夏天一雨即成秋啊，所以一下雨就20多度，就好像秋天了，是对不对？是所以都是夏天，对，所以我们所以唱夏天的歌。啊，好啊，好啊，好啊！什么有热浪的歌曲啦？你看我们对一开场就唱的那个夏天的浪花，对有没有激起大家呢心中的那一道涟漪呀？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衣服啊？对，我们两个都是对一样的。好看，好看啊香啊，一看就看到香蕉了，对，好看，真的很好看。佩芬穿我就觉得很有夏威夷的感觉，你一穿好像那夏威夷没有，这件是佩芬的爸爸的，谁？佩芬的老白纱。不可能，没有，他特地带来跟你分享的。你看，我这道啊绑一个啾啾有无？对伊嘛是绑一条啾啾，绑甲淡薄甘蔗安尼看。伊夹这束衫好看吼，你嚼嚼啊，你无稳。哎呦！我今日去上班，对我对对袂记带迄个舞蹈来。他很早就上班，一直到现在嘞。对啊，啊不要紧啊，回弟你面嘛焦焦啊，衫焦焦不要紧啦。哎呀，不是啦配套一套我穿你的衫，但穿也说对你登厝。那要怎么办对？我等厝嘛不要紧嘛，我就甲你照顾咯。我这样配分比较 OK 好。啦，OK 啦，你食到这会上有人够爱你吼，你爱讲 thank 袂 you 歹了，真的对，爱讲我是 thank you。惊好了，青菜青啦哈，青菜。你看他不好的，有人看到他很好哎，哦对不对？各花入各眼。哦，对对对不对对让快进。对对。他现在对我来讲只有一个东西好，什么健康好，哎，健康好其他的都不怎么样好，怎么样？不适合我，不适合我。你怎么知道我健康好？我就看你活力啊，你很有活力活力很好。你怎么对感受到我的活力？你你是怎么样感受到呢中？气十足，气十足啊？唱歌还唱得而很好。且我觉得你看到你跟这第2场，可是你的这个精力还非常的旺。呀，是你怎么样知道我有精力呢？哇，你这样讲啊？那我他要育人无数，那我应该他凭女人的第六感对配分对，就知道你精力旺盛，只问你为什么你好像有点不爽？人家说你好啊。亲就这没有啊条哇我脸啊！要知道为什么。哦，那他注意你我很久除了用这样看跟您唱歌跟你这样的活跃，我就觉得你很精力充沛。可是如果你还要怀疑，那请问我要怎样才可以知道嘞？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觉得呀？很简单啊，怎样？怎么样就嫁给我就知道。啊？我嫁给你，不要了，没有剩多少年，不要了。我代班，你我代班，对不起，你我代班很笨啊，sorry，代班的年。笨啊为，什么？越短越好。越短越好。对，哦，时不行间啦，不对行不对啦。？每个人嘛，希望嫁给对那个人的时间越短越好。问题问题是不一样，人家是越嫁时间越短的是对的，是你的钱是越分越少了。我最后一个我要个本钱啊！对，有啦，应该几百块是有的。几百块一家给谈的有啊。自己赚就有，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那说说笑笑之后呢，马上呢要来欢迎我们今天打头阵的这位歌手。那是一位非常优质的黄金年华的歌手。 2022年黄金年华嗯冠军。是的，他要带来这首很好听的歌曲《热情的沙漠》。他还带来舞群哦。哇是的哎，掌声欢迎张宝英。大家好，我是张宝英。哇，大阵仗！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笑一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像微风吹开的花朵，爱情的小火
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心火。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来哦，哇，好棒哦！我们来哇，访问一下这个景象真的是太温馨，是又动感又有温馨的感觉。而且我们欢喜来唱歌呢，节目进行到目前为止是唯一一位嘉宾有带舞裙的嘞，对呀，打破纪录了。你们哇四季里面就这个第一次哦 Yes, 哇 yes, 这 first 是 time。而且他的舞裙都是他自己人，他的女儿跟他妹妹。对对，太棒了。呀，这些舞裙不用花钱的。什么？从一出世那天就花钱了啊！ OK， 来介绍一下啊，你的好，舞裙大家好，我是张宝英。今天我带来了我的3位女儿，还有我的漂亮的妹妹。呀，所以谁是大女儿？大女儿我。没有，我的旁边这一位，对，对，我的大女儿叫天心， OK，第二个，二女儿叫乐心。哎，为什么这个特别长？讲你牛你大汉呢，牛你混不香。哦，他刚好特别站在你旁边啊。这是3女儿叫恩心，恩心然后我最小的妹妹叫放英，我是宝英。哇，好温馨的一家人。她女儿都是以心字啊，然后对姐妹们都是有一个英字，是的是的杰出的青年啊那块。协助新年，我做阿妈了，无青年了啊。真的是啊的，是的，是的。这我大女儿有一个宝宝3岁了。哇，而且今天编排舞蹈就是你大女儿编的，对不对？是的是的哇，太厉害了！是舞蹈你看老师，舞蹈老师。编舞又不用钱，跳舞又不用钱，那么一家人多么的和乐融融啊！是，所以是妈妈最快乐的时候，跟是的女儿一起表演。是的，要谢谢你，斌哥，真的对给我有哪里机会可以跟我的女儿她们在一起。是但是我跟你讲，我3个女儿跟我的妹妹都很乖哦，她们每个拜六都教我这个肢体欧巴桑。哦，跳教你舞，这个在欧巴桑跳舞，你们可以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吗？他们你真的看他们很乖，有很乖自。己的事业啊，自己的课业要忙哦，但是呢，是还是呢很积极的在参与呀他们自己热爱的一些活动啊，像是舞蹈跟唱歌方面。是的对，而且很难他们还很愿意，也很温馨的，然后跟妈妈在一起，度过更多的欢乐时光。就是非常难得。啊对啦，建斌哥对，你不用羡慕啦，啊你来不及了，怎么样？你不用他也有羡慕女儿，啊。那1个而已，那够。对呀，他3个了。我很多干的嘞，谁？哦，没有。那些干的集合起来一个军队啊！哦，这样你的可以去踢足球了。是的，他整个电视台多么多的干女儿啊，对不对？厉 OK 害了，真的很幸福了哈很。棒，真的。感来，恩感恩。 OK，来，接下来是要再再多一首再一歌吗？首歌曲。是。的，第2首是我半决赛的歌曲，叫《我不知我爱你》，希望你们会喜欢。也是热情四射的歌曲。来，再次掌声欢迎。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你那很小的脸庞，给我带来一个甜蜜温暖的笑。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底，那样甜蜜，我不知是不是也爱你，好像是你常住在我的心上。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
不是也爱你？好像是你常住在我的心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底，那样甜蜜，我不知是不是也爱你，好像是你常住在我的心头。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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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Thank you， 谢谢，谢谢你们。哇，好有气势哦！哇，这个美女团呢哈，给我们掀开序幕。真的哎，你看呢，从服装啊、造型啊、对歌曲呀，哇，都是呢精心的编排过他都的，非常认真哈，真的。尤其服装上，他们在砸很多钱。哎，对，看得出来都是非常的有一致性的。那宝英呢，跟她先生感情非常好，所以她生了5个孩子。呀3个女儿，呀，今天来了3位，有2个男的。哎，是5个孩子。乖嘞。那前一阵子，今年呢，几个月前，他就办了一个生日 party， 呀，简直就是开演唱会这样。所以他又是生日的主角，然后又是 party 当中这个算是一个音乐会了哈，跟大家做这个交流。所以宝英是非常非常的，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黄金年华歌手，所以我们才请他来这里表演。所以你看，2022年呢，到现在都已经过了好几年，但是呢，对于歌唱的这个热忱哈，从来没有消灭过。他哥哥也是黄金年华的冠军。哦，他哥哥我认识啊，老鹰吗？伊宝英嘅大兄咪叫老鹰。无啦，伊叫张庆福。阿學哈，阿學我捌啦，阿學。哎呀，你什麼嘛捌啊？你狗路邊嘅狗你本捌。OK， 我有交流一下，所以然后这个全家人拢真好啦。你看，个小妹啊，帮忙姐姐跳舞啊，阿兄啊，暑假唱歌，对不？所以全家都是音乐世家。哎呀 ，very good 哦！你看，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位歌手出场，也是年轻歌手，不过他一不小心就营养过剩。呀。所以，我这个叫营养不良啊，营养过剩啊，丢你讲；营养不良啊，丢你讲。所以因为营养过剩，所以有些歌台他不可以唱。为什么？因为那台不稳了啊，所以就不敢请他去。那你看讲啦，她是呢一位呢伟大的妈妈，呀，为了呢这个小朋友嘛，呀，所以呢这个怀孕之后呢，很难，就长肉了一点啊，长肉了一点。好，就不容易漏气啊，来。我们掌声欢迎出来，他带来第一首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我爱夏天，所以他给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夏之旅》，走在铁路旁。欢迎陈凯琴，谢谢大家好，谢谢两位主持人，大家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路滑的楼下，呀，青蛙抬头望，一句一句哼呀，一声一声唱，我牛慢吞吞呀，漫步夕阳下，走在铁路旁，我弹着吉他，老牛对我望，呀，和风来作伴。一步一步走呀，一声一声唱，陈年多潇洒呀，陪我走回家。
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芦花地头上呀，青蛙开头望，一句一句歌呀，一声一声唱，蜗牛慢吞吞呀，漫步夕阳下。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老牛对我望呀，和风来作伴，一步一步走呀，一声一声唱，春年多潇洒呀，陪我走回家。那么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哦。走在铁路旁，我弹着吉他，老牛对我望呀，和风来作伴，一步一步走呀，一声一声唱，春年多潇洒呀，陪我走回家，春年多潇洒呀，陪我走回家，春年多潇洒呀，陪我走回家。不要这么早回家，不要这么早回家。谢谢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姐姐好。哎，你的衣服跟我们有这个是呼应了，有呼应。我们是香蕉，我是大香蕉。我以为你是猫山王的果肉。啊，不要像大香蕉嘛，不会吗？我知道你们今天要穿这一件，所以我就特地选了一个黄色。Yeah 很少会看到我穿那么鲜艳的颜色。对呀，是你应该穿暗色。哦，今天看到大哥啦，我就感觉比较开心，想穿一下黄色啊。 Yellow，大哥对这首歌曲还满意吗？走在铁路 OK 吗旁。 OK 吗？啊，这首哇，一个歌掌声哎呦我非常不喜欢，啊！为什么？啊！你唱唱看。啊，走在铁路旁，我弹着吉他。第一句没有问题。老老什么？可以唱吗？可以吗唱啦！有一点没有礼貌嘞，你要给我走 permission 我才敢唱吗？走在铁路旁，我弹着吉他，你们唱。老牛对我望呀，和风来作。哦，他们唱啊，我没有唱啊，大唱哥。到老他们唱牛啦，唱到陈建斌的伤心事啦。哎呀，你嘛就所以呢爱感谢老牛嘞。安卓嘞？因为有了老牛哦，你的那个知名度哦，又在往上冲到另外一个巅峰不一了。样了不一样这种知名度很好吗？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啊，大家都很喜欢的。好新闻、坏新闻，只要有新闻就可以了啦。呀，但是呢，就是我人生的一个污点呢。不会， Yeah 哪里会？还好哦，OK 啊。为什么不叫我小杨呢？哦呀，啊，没有很小啦，没有很小。我年龄为什么不是羊是牛呢？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嘞。难道你12生肖是属牛的吗？你属什么你属蛇哈？你有听过老蛇吗？没有嘛，对不对？只有老牛哎，没有办法喽。哎呦没办法了啊，是这个是人过生。去的让它过去。 OK， 现在已经很少人这样叫我，哦，真的吗？那叫你什么？因为已经见老国啊？不是啊？啊什么老什么？老 hip 老 hero。没有，刚才没有啦我听到有人叫你老公，那里是叫你老牛。没有，老公可以乱叫吗？很多人叫我 Uncle Tomorrow，为什么叫 Uncle Tomorrow 呢因为我刚演了一部戏嘛。嗯很多小孩子看到我都叫我 Uncle ？Uncle Tomorrow， Tomorrow。呀换了换，因为我换了什么事情都 Tomorrow 才做嘛。哦，原来有如此拖延症的，有拖延症，所以现在呢，大哥呀有很多的一些封号了哈，是昂哥 Tomorrow 啦，兵哥啦，大哥啦，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叫你演导的不？哎呦，演导也多开心。演导已经不足以形容我的好看了。所以那个太俗气了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要换一下比较不一样的
OK，你不要扯开话题哦。没有。我们来讲讲你哦。来，要讲我，要讲我吗？他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他们两个哈怎么样？都有一个共同点。啊，有吗？我不啊，有吗？都是他们的身材都是滴落，滴落，就能打滴落，德洛古老，有谁是住在德洛古老的？哎，我有哎，真的有。所以是直落的鼓楼啊，还是鼓楼啊？有多鼓？有你鼓可咩以？八卦你也鼓出。不变啊，因为我们很小时候就开始唱歌了，所以一唱哦，可能就影响到那个发育啊，不是过头就是过久啊，你看，真的有一点不 balance 哦，不 balance。一个过头，一个无头。这个是生了囝的，这个还没生囝的。呀 ，before and after。这个是新加坡还没有生囝的代表，这个是生完囝的代表。生产报国的。这个是烧吧，这是八骨的。哦，安尼比较形象化一点。OK， 比较有画面感一点。对。呀，不过他其实凯晴也很想要瘦下来的。因为刚才大哥有在偷听我们讲话，所以他现在讲。所以他现在很积极在喝啤酒减肥。大哥，那个不叫啤酒，那个叫昂摩凉茶 ，OK？ 昂摩凉茶。大哥你不啉酒哈？哦，别使，我有心脏病。哦，对，我有心脏病。对。但是他在发病之前，哎，大哥年轻的时候很会喝吗？也是疯狂过。真的吗？40岁以前天天喝，每天必喝，每喝必醉。哦。哇哦！所以一定要喝到醉了，对。要醉啦，要喝一半，喝一罐这样没有感觉。现在我都没有在喝啤酒了。那你喝什么？现在这1个礼拜我都在喝咳嗽药水。可怜呆。这个叫病歪歪。这个呢，病殃殃的，真的。他很会吃，但是怎么吃都不会胖。对。那我这种其实我也没有很会吃，我真的吃一点点，可是就是会胖。是你这种体型不能出门哦，因为你一吹到风就胖。对，灌流风哦，灌流风你都不会。我嘛是按你宽讲，所以我爱规磅出来。规磅出来 ，OK， 我听大哥的话，我1个月不要出门，他会被收。我吹掉风就碰了。好，不要拿人家的外形来开玩笑，对不对？怎么可以拿人家这种外形？他这胖就胖嘛，对不对？对呀，胖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要提到胖。对啊，我们就是高矮胖瘦啦。我也是很辛苦嘞。我瘦的时候，人家讲我中 cancer。哎呦，我不也是做嘛比赛，我也是很难呢。大哥，怎么办啊？有没有方法可以教我一下？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健康就好，好不好？对，是。要像玫瑰花一样呢，继续的绽放。你看我矮，对不对？对，你不是矮，你是 Q 一点矮。我已经给人家讲了73年了，对不对？怎样？对啊，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那些讲你的人现在嘞？现在也是他们比我更矮。其实我们都是矮一族，我也是一样，差不多这样子。我这个叫五短身材。在相学上这种五短的人很难找的。哦，对，你就是手短。脚短，对，还有一短，还有哪里短？不便奉告。OK， 自己观察。好，自己看啊。这里按摩也塞，按摩有这个形容词福建掺马来语的，来，脚底、手底、规身嘛种大玻璃。玻璃哦，大玻璃 ，we don't know。规身嘛种玻璃啦。还有一个地方短，哪里？暗棍。哦呀，他的暗棍只有打雷的时候才会伸出来。的地呀，一打雷我就哇，很长啊，伸出来。那个反应很灵活哎。这种人呢，长命100岁。懂吗？这种人是属龟的。第13个生肖。对。
来祝大家都长命千岁万万岁哈！那我们接着下来呢，还同样的这首歌曲有一个夏天的夏字，是 OK， 就像凯晴身上穿的这个哈淡黄色，那这有首歌如这个阳光一样。哎，对对，真的很难得会看到我穿这个颜色。可是大哥说他 ban 我穿这件了，他讲不可以 not 太亮 nice，cannot。不过这个有个好碎处，啦哦，哎水。这好咧，请安尼啊回给我请龙着。哎，那也才晚上讲出门很快的小心。带来这首《夏日假期》，对玫瑰花，这首歌是第一次唱。不容易唱哦，对对，而且比赛歌曲，这首歌我是上个礼拜才学而已。是啊，因为选歌选很久，然后 OK 后台那一位就哎呀唱啦唱啦，我就 OK， OK 就是看看啊，因为跟我在歌台上唱的歌有一点不一样所以的感觉。给大家打个强心对对对针。对如果你唱的不好啊，哈就是在这里是最后一次 Oh 唱的。 no， OK I try my best，OK， 我试试看。 OK，来给他鼓励 OK， 鼓励。谢谢大家，谢谢大哥，谢谢姐姐，谢谢凯晴。那我们会唱的朋友就跟着我一起来了，好不好？紧张。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跑跑追追，情儿难了。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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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高，地不老。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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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花儿开得好。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夏日玫瑰花儿开了。谢谢。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跑跑追追，情儿难了。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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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荒，地不老。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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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花儿开得好。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夏日玫瑰花儿开了。谢谢大家鼓励的掌声，送给大家。夏日假期玫瑰花是吧？是不是啊？我连那个歌名都不会念，你看假烂的。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哎，大哥 ，sorry， 谢谢大家 ，Thank you。
怎么那么好笑啊？歌名都念不好，怎么可能会再来呢？他没有把握，他没有把握。但是歌名呢，确确实实啦，是《夏日假期玫瑰花》，是吧？不容易唱的一首歌。那很感动哦，唱到第一段结束的时候，大家还很自动自发的给我们鼓励的掌声。哇，身为歌手，我们都非常的感动，谢谢你们。还有，我们再提醒大家，那么这一场我们是有直播的，直播在哪一个平台呢？是的，就在我们的官方脸书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e Center。大家这个时间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在底下留言已经上线的朋友，感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建斌啊、我啊、浩浩啊、这3大主持人的这个官方的脸书也在做同步的直播。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我们的搭档唱歌了。是的，那说到我们宝贝姐妹哈，是新加坡呢不可多得的一对姐妹花。对，因为之前是明珠姐妹。对，明珠姐妹姐姐就退休了哈，就剩下妹妹在孤军作战。那继承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徒弟了。对，宝贝姐妹。是的哈，那宝贝姐妹呢，一个叫怡香啦，一个叫怡华啦。怡香跟怡华。我以为是怡宝。不，怡宝，怡香跟怡华。以前有一个前辈歌手叫华怡宝的，还记得吗？有华怡宝也是退休了哈。是，所以呢，今天呢，姐妹俩呢换了一套服装来跟大家见面了。天气很热哈，我们听一下凉凉的歌。夏日季节凉啊凉，宝贝。谢谢。来，会唱的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起来凉快哦 ，Ready？ 夏的季节送给大家。不要不要停留你脚步，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虽然你我偶尔想起痛苦，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幸福，幸福。看那海面上小小的海风，把你的热情散布在天空。忘记节伴游，跟着我来，我那寂寞孤独，寂寞孤独。不要停留你脚步，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虽然你我偶尔想起痛苦，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不要停留你脚步，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虽然你我偶尔想起痛苦，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幸福，幸福。Let's go。潇洒的海风，把你的忧郁全部抛空，忘记一切烦忧，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路，自己的路。不要停留你脚步，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虽然你我偶尔想起痛苦，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不要停留你脚步，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虽然你我偶尔想起痛苦，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幸福。一起来哦！我们一起拍手好不好？
踩着一部单车，奔驰在那草原上。如果花儿也在吹着响，心情多么开朗。我又来到这大海边，看那海浪很蓝天，感觉那种下的滋味，整个心都要往上飞。晴朗女孩，For you， 醉啊醉，醉啊醉，愿随随风吹，飞呀飞，飞呀飞。我爱下的滋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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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下的滋味。举起来，凉啊凉啊凉，凉啊凉，吹着凉风吹得我。Let's go， 凉啊凉啊凉，凉啊凉，吹着凉风吹得我。你们的手，凉啊凉啊凉，凉啊凉，吹着凉风吹得我。两只双手，凉啊凉啊凉，凉啊凉，吹着凉风吹得我。再来一次，凉啊凉啊凉，凉啊凉，吹着凉风吹得我。嘿，凉啊凉啊凉，凉啊凉，吹着凉风吹得我。全场朋友，双手举起来 ，Come on！ 来，双手举起来，两边下。谢谢所有非常棒的朋友，谢谢所有健康的大哥大姐，你们太棒了！双手举起来，这证明一样东西，大家没有 frozen shoulder 搞成 gay 啊，大家都是健康的朋友。对，大家都是活跃的朋友，所以身心健康，身体也非常的健康。我们来做多一次好不好？因为刚刚还有朋友哦，他的手没有举起来，他都这样。对，你看到在哪？看到两个，我不可以指啊，左边、中间、右边。那边。OK 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因为呢，我们要同欢共乐。对，左手右手，大家一起来发财。对，两手举起来，他们是好朋友。两手都不起来的话呢，我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可是我们呢，凉啊凉啊凉，我们来左右摇摆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唱的是海边有椰子树，所以我们要跟椰子一样。你要想象你现在是穿着那夏威夷的服装，你知道吗？然后你想象一下建斌大哥穿的衣服，能看吗？不错，会做噩梦呢。哦，哎呦 ，OK， 来，准备好，1、2、3，双手举起来，凉啊凉啊！你们，等一下，这个嘴巴也要唱一下嘛，哈 ，OK 哈，凉啊凉啊凉啊 ，OK 啊 ，1、2、3 ，Go！ 凉。哇，太厉害了，哇嘿啊！今天我有机会代班是我，不然是你们了。哇，太厉害了！你刚才有点海草，对，海草的感觉。我觉得他们这样是对的，对呀。然后他们那么开心哦，那下个月我又买机票叫浩浩飞回台湾多一次。哦，所以我出机票的钱啊，出钱。我又来代班呐，还是你连配分一起飞，建兵也飞。我们两个人没有，他们3个不可以。我怕他们3个没有来，人都没有来。啊，还是不要了，不要想不开了。但是我们舅舅来自代班，对我们舅舅来自代班也是不错。对，因为他们3位真的已经有这个是已经第3年了，而且大家的支持真的很棒，而且你大都很喜欢唱歌哈。对哈，尽量不要唱太好，因为我下次怕连代班机会都没有，因为是你们来，然后我坐那边了，好吧 ？OK 了，太好了。结果最喜欢你，你说不可以减少人，可以增加人，那是对的。对。好，那麻烦你帮我 write in 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啊！等一下有那个反馈的啦，有 feedback 啦。你自己有8个问题，你第9个你帮我写一下，宝贝姐妹 come 啊，这样可以，谢谢 ，Thank you friend。凉啊凉啊凉，这个谢谢哈，现在应该我有掌声有希望，对，谢谢有希望，因为你们掌声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师哥哥啊，浩哥有在看直播。所以这个是我的功课，交功课了。因为浩浩的推荐了，我们才有机会。感恩谢谢斌哥，还有我们张雄，还有佩芬，真的你们谢谢你们哈，不然我今天是在家看剧而已啊。我们在家看直播。对，所以谢谢你们哈啊！接下来这样讲了，还没有主持人出来哈。没有，我们要唱歌。哦，刚才你说不出来了，我都还没有买机票，他们就飞啦。
这么快，这么快哦省钱哦，叫你省钱哦，都不用买了。我整场代班。好啦，今天节目呢是会越来越棒，我相信每位朋友都知道。那我们今天欢喜来唱歌呢，大家真的要记得哦，我们都是要台上台下一起唱，这样才会开心。是。接下来呢，凉完了，我们来吹什么风啊？我们那个夏天也有来自东南西北讨的风。OK，是讨风。OK 了 OK， 他有点空空的，是真的。我吗？我啦。刚才在笑的都是你说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来唱这首《东南西北风》，可以吗？白板碰红钟，换啦。When you exercise 啊，姐姐 you go swimming 啊。夏天有些去游泳池游泳，有人在家打游干泳，都是一样的。东南西北风，去到哪里都行通。那白板碰红钟了，可以了。OK， 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朋友会唱的话，我们一起来这首《东南西北风》。谢谢老师 ，Thank you。嘿，嘿，嘿呀！
是喜欢凉啊凉啦，早讲嘛。现在不是凉了，我觉得现在是有点冷冷的，不错啦。今天其实天气就很好，海听好听呼，yes， 婚来了。哎呦，你的手这么冰哦。对对，凉啊凉啊凉啊。哦，对呀，阵阵微风啊，微风吹过来。是呀，有时候我们在户外表演的时候，对，会怕风太大。是，风太大呢，有时候我们的裙子呢就会飘啊飘啊飘。哎，你的是自动飘的，我自己给它飘。哎，那边付一样的门票钱的，没有关系啦，因为我都几岁了，比较有福利啊。也没有什么东西看。那你的能飘吗？啊，我的飘不起来了，这个长裙呢。我的有 control， 不然等一下飘很高。啊，这首首动听的好歌呀！但姐妹俩哈，在台上跟在台下，这个感情都是如此的好，是不是？还 OK， 因为我觉得只要感情好的都会吵架，然后吵架对吵架，等一下5分钟就好了。是你看刚刚像我们宝英哈，她也有跟她的妹妹一起同台，像我们宝贝姐妹哈的这个姐妹俩呢，也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呀，真的很我们感情真的不错了，真的。而且我们两姐妹从来没有吵架跟打架，都没有，因为我都是被打被骂的。哦，就是比较 lucky 的那一方，没有修眉，一龙丢眉丢怕。其实你说一家人的话，你也有。我怎么看你的老公跟你的岳父嘛，对吗？我的老公还有别人的老公公啊。哎，其实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这已经是第4季了嘛。哎，是真的。那我跟你讲，有空哈，你跟我讲几时，我就买票叫他飞，对不对？啊 ，OK 啊，有给丢。他每次要飞都是家里有事啊，哦，那所以还是不要乱飞就好。有事可以是好事的。那兵哥飞，兵哥，哎，说到这个，他时常飞哦，真的哦，是啊，因为他时常要带团出国，对，所以还有机会。你就 plan 那个他飞带团的时候，我就有机会来。对啊 ，OK， 可以的，放心。接着呢，我们因为呢夏天嘛哈，对，还是需要呢一些呢美丽的画面，一些辣妹也要来登场一下。妹，你这样讲不对哦。怎么了？我也是辣妹，但是是曾经的辣妹。哦，你是不是老。辣大姐，你还这样叫我腊肉？可是有差，我给你一个少女、少妇哦，少妇。对，所以我们来一起欢迎黄依文小姐带来这首直接唱吗？直接唱了啊！我们欢迎我们带来这首《宁夏》，欢迎 Yvonne。 Let's go。哎呦，今天穿这样我差点认不出来是她。欢迎我的补习老师来了。来送上这首《宁夏》，送给大家。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
是个宁静的夏天。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哇，宁夏有，这个夏天很温柔，有没有感觉？有，白天晚上不一样。再配上我这身衣服，太好了。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这个时间你应该穿百合，因为你晚上是野玫瑰。他今天现在这感觉，他说你像补习老师，补习老师嘞，因为大家如果有看我们这个歌台啦哈，在我们的歌台的话，我们的伊文呢算是辣妹型的呀，常常都有很前卫的一些服装造型。如果我这种是要去见你孩子的家对吧？这个学校的老师的时候，如果我穿这样子去教补习啊，家长看到我会怎样啊？加钱，直接加钱。加钱的应该是那个爸爸，不是那个妈妈。本来一个礼拜补2天啊，对现在你穿这样一个礼拜补5天啊。但是要是妈妈不在家的话，然后妈妈就会说，一个礼拜来7天啊，每天都来，很漂亮，很好看，完全不同，跟晚上不一样。不同哦，当然白天要有白天的样子，真的好。晚上出没就比较不一样。小狗是白天晚上有分别。对，晚上美到，哎呦，很惊艳呢。OK， 白天像鬼。真的来，我白天出去有一次我走过我自己的姐姐，她都不认得我。哦，真的差很远，差那么远，差很大。哎呦，夸张，有差。所以要常常要化妆啊，不要浪费你那些高级的化妆品，知不知道？不能这样用。对，因为我们现在这种脸哦，我们要补很久的嘞。我只是要出去买一包饭，我还要化2个钟头的妆呢。所以他现在都比较少下楼了，都是用手机点餐。哎，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要出门麻烦，要用你要这个那个，哎呀，叫外卖比较方便，叫他放在门口。那就是我们的伊文呀，那今天呢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梁静茹的歌，对，叫做《宁夏》，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很轻松，很好听，不错哈，不错。下次我唱给你听啦。不用啊，你的很像做噩梦耶。我没有听过你唱梁静茹的歌哎。他比较这首歌比较碎一点。所以我就穿这样子，比较清纯一点，好看。下次我也穿，下次我也这样穿啦。衣架子嘛，啊，穿什么都漂亮。那以后我这样穿可以？啊，可以，只是台会掉一点而已。台数可能会减少一点，就不要害我，那就不了。好，那我想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首呢比较动感的一首歌曲，好不好？动感起来，感觉我要换衣不适合这件衣服。哦，没关系，现在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很流行哦，这个就是现场直接换装，你直接撕掉。不好意思，我没有准备好。但是他的手舞足蹈，对，手足呢举手投足啦，应该这么说，还是呢非常的专业的。是的，所以要带动唱哦，也要有一些舞蹈的元素在里头，好不好 ？OK， 好。带来这首《福建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首歌曲？听旋律应该大家都觉得是可以舞动起来的。有超级的力气，有修，这首歌真的是修，是修霸掌哦。不是小霸掌哦，伊不是邓丽君的歌，而是小什么？小警瓜，小警瓜，可厉害了！对，好棒！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小警瓜》，介绍给你们。哦耶！动词。电光紧烧回来，今夜的寂寞一挂伤害。无聊的过去我无想要知，只要你，只要我有爱。车拍的电光紧烧回来，今夜无位司机来伤害。以前甲假意
己，我无想要知，只要你，只要我有爱。小小小的情歌唱给世界听，无爱嘛伫甲牵拖专情者，寂寞的你也孤单的我呀，缘分着谈情嘛。小小小的情歌唱给世界听，无爱嘛伫甲牵拖过山命，寂寞的你也孤单的我呀，微微的爱心的情，我袂过啥撇。车拍的灯光紧照过来，今夜的寂寞是我伤害。老了的过去我无想要知，只要你，只要我有爱。车拍的灯光紧照过来，今夜无位思依然相害。彼情甲假意我无想要知，只要你，只要我有爱。小小小的情歌唱给世界听，无爱嘛伫甲牵拖专情者，寂寞的你也孤单的我呀，缘分着谈情嘛。小小小的情歌唱给世界听，无爱嘛伫甲牵拖过山命，寂寞的你也孤单的我呀，微微的爱心的情。小小小的情歌唱给世界听，无爱嘛伫甲牵拖专情者，寂寞的你也孤单的我呀，缘分着谈情嘛。小小小的情歌唱给世界听，无爱嘛伫甲牵拖过山命，寂寞的你也孤单的我呀，微微的爱心的情，我袂过啥撇。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很热情，非常感谢大家，可以说是180%的掌声，谢谢大家，谢谢依文，谢谢，谢谢依文，所以我不敢靠近他。依文呢？OK， 接下来轮到谁唱呢？我给你带来一首很难唱的歌。也是我第一次唱 Tom Jones 的歌《Delilah》，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恨火》。来，因为我们今天是夏天嘛，要有一点火。我为你流下了多少的情泪，我知道不应该为你痴迷，你已经变心，我这样痴痴地爱着你真没道理，我爱你，恨，我恨你，为什么我不能克制自己？偏偏地，日夜在想念着你。想起你，我俩那往日的甜蜜。
心酸泪一滴滴滴落在我心坎里。我多么爱你，你竟然狠心地离我而去。我爱你，恨，我恨你，你这样对我无情又无义，我恨你，我也恨我自己。我这样痴痴地爱着你真没道理。我爱你，恨，我恨你。为什么我不能克制自己？偏偏地，日夜在想念着你。为什么我不能把你忘记？哇，很少唱那么累的歌，好听吗？呀，这也适合我唱啊，老实讲啊，因为我本来就是唱那种爆发力的歌，我很少在台上唱，这是第一次，首播啊，我的首播。OK， 接下来呢，这首歌是高凌风的歌曲，啊，因为夏天嘛，夏天我们要唱 hot 的歌。所以燃烧吧火鸟，但是高凌风的唱法不一样，他的讲话也不一样。他是说燃烧吧火鸟，燃，他不是燃，所以听起来好像烂扫把的。烂扫把跟火鸟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听看哈。哎，我们给老师掌声鼓励一下 ，Elvin 老师辛苦啦。他一个人 one man 也是很孤单的。为什么我们用 one man 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不用一个大乐队呢？budget， 对了，这种商业秘密你们怎么知道的？不是啦，不一定是budget。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小场合哈，你如果一个大乐队也太差了，懂吗？一个大乐队呀，不一定是budget啊，不过真的是budget。燃烧吧火鸟。你是一只火鸟，我一定是那火苗，把你燃烧，把你燃烧。如果你是一只火鸟，我一定是那火苗，把你围绕，把你围绕。如果你是那火鸟。我一定是那火苗。
天长，直到地老。如果你是一只火鸟，我一定是那火鸟。如果你是一只火鸟，我一定是那火鸟。如果你是那火鸟，我一定是那火苗，把你照耀，把你拥抱。直到天长，直到地老。One more time， 燃烧吧，火鸟，过来失败。燃烧吧。哇，我感觉到高凌风有来。OK， 开心吗？要，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就是要你们参与，你们要一起唱，对不对？不要只是我们唱，这样才会开心。好，啊，我的薪水一半给你们。你讲什么？哦，我串你啊串啊！你这帮一刀爽爽个也串啊！这帮一刀小本串啊！你有没有搞错？OK， 好，我唱完了，接下来还有谁没有唱？那个3-8的是 ，OK， 把他请出来，好不好？来带来一首歌叫《热线你和我》，李佩芬。 All right， 瘦子来啦！燃烧吧！喂，这不是诈骗电话哦，掌声来一点 ！All right， 嘿。看着歌词，大家一起，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属于你跟我。铃声响起，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除了我们，别人就像占有半秒钟，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够。这是一条情感的溪流，联系你和我。思念时刻拿起话筒，热线轻轻拨。情意霎时化成小雨，交响在两头。一段是你，一段是我，热线你和我。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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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你和我。
热线你，一段是我，热线你和我。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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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你和我。谢谢 everybody， 我们欢喜来唱歌的好朋友们呢，哈，忠实支持者们，非常的棒，给我们的掌声呢，真的是热情四射，谢谢你们大家 ，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哈，相信呢，哎，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看欢喜来唱歌的朋友？有头一摆来的不？哇，相信呢，你们一定会对我们的节目呢，哈，念念不忘 ，OK， 一场接一场哈，继续的来支持，谢谢，欢迎！哎，我们给所有第一次来参与我们欢喜来唱歌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给他们一些欢迎的掌声，好不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当然，每一期呢，每一个月的这个大聚会呢，大家都会呢到场的朋友们，我们也是呢深深呢非常的大的这份感谢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每一期哈都跟随着我们欣赏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尽量的给大家呢安排呢不一样的元素的歌曲。今天要唱到热，要唱到夏天。所以下一首歌呢，说到热哈，就要想到呢这个红红的太阳，所以接着下来呢，也是一首老歌哈，要送给你们。这首歌曲呢，相信你们绝对不会感到陌生。有没有刘文正的这个超级粉丝？这首应该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哦。OK， 叫做《太阳一样》，抓住那红红的太阳。夏天嘛哈，那些热情的歌曲。线上的朋友，你们好，刷上“我爱夏天”4个字哦，或者你刷“我爱配分”也可以。我要抓住那红红的太阳，要它只为你放光芒，表示我对你的一片真情。太阳一样，我要抓住那红红的太阳，要它只为你放光芒。但愿有一天得到你回答，像太阳一样。不要对我提起友情，我需要的是爱情。不管在多少时间里。抓住那红红的太阳，要它只为你放光芒。但愿有一天得到你回答，像太阳一样。我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哦，很棒哦。最后面的朋友。出友情，我需要的是爱情。不管在多少时间里，我依然不放弃。我要抓住那 ，That's right， 要它只为你放光芒。但愿有一天得到你回答，像太阳一样。这里，爱情。像太阳，爱
个歌曲的原唱刘文正。刘文刘文正，正听说是他最后一张唱专辑的歌啊。对，太阳一样。很多人想看他，可是看不到，他不知道躲起来了，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现在的他长得怎样哦。我不知道，只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出道的时候，就跟很多台湾艺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就谁都看到，林峰大哥看到，我们有看到于天大哥、李亚平大姐、高凌风，谁都看到，就是偏没有看到他。刘文正，而且刘文正的唱腔很特别，特别呀，他的一首《诺言》啊，诺言我很喜欢。学一下，学一下。我曾为他许下诺言。对，来，高凌风学一下。我曾为他许下诺言。两者之间有何分别？一个比较尖，一个就一样感冒了。对，有分别。高凌风跟那个刘文正有分别，一个比较帅，一个比较丑。没有，你不要规矩讲这个，讲挖掉这个死翘翘。对，也是有道理，也是有道理。没有高凌风的声音比较鼻音比较重，对，然后刘文正呢？刘文正就是他独特的那种。脑听哦，脑。我曾为他许下。但是你不要说哈，在那个年代，他风靡哇，多么多的这些这些邻家女孩，很高嘞，1.9嘞，最少有1.9。谁站在你旁边都嘛高呀，1.9啊！不好意思，在台上只有你们3个都没有资格讲人家高或矮，知道吗？你们1.9是目前那个中国人气演员张凌赫，有没有？他的这个高度哦，张凌赫。如果有一天我们有幸访问到张凌赫的话，对，应该很累，因为我们要讲，应该只可以跟他的腰讲话而已。可张凌赫很厉害了，1.9，很多卡帕才1.9嘞，很多卡帕对嘞，他是卡帕的高度哎，卡帕1.9，对你不用想了，你没有到，你一半都没有。梦寐以求啊！我跟你讲，我1.72，为什么差那么？你哪里有1.72？我158，我比你高好不好？没有了，我说我的手伸起来。哦，吓到我才158，我158，你172不可能啦，你学压172啊？你158。对啦，我158而已啊，可是你看你应该148。你才158，我158，我是假设我的比率看起来148，我是狗啊，148。哎呦，等一下，佩芬好像都比你高哎。对啊，我大概158多而已。158，对啊，我158而已。应该是151啊，你。我应该是151，五汤1啊，515151。172你都敢讲啊？真的，我们不小心会以为你血压太高了。你要听我讲完。172什么？172是我举手，172。再加上站在椅子上，就大概有172。吓一跳，就172。哎，现场有没有这么高的同学？有没有1.9的？1.9。1.8多的。现在我这位白色衣服的哥哥应该有吧？应该有很高哎。那边对，就你大哥，就你。对他又坐在旁边，对不对？一般上你注意啊，高的人头都比较大。真的没？你懂吗？我真的吗？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它是有科学根据的。要 balance。因为高的人经常去撞到没。如龙如朵啊。列伟哦，我每次很想要注意在听嘞，但是有时候就后面就是搞笑了，真的，害我很认真的相信起来。说到高，接着下来这位呢就有空姐的高度了，是，因为还没有转账呢这个直播平台之前，他有去当了。空姐有没有飞啊？有没有飞啊，妹妹？哦，有，他有飞3个月。对，3个月。好过没有？实习啦，实习。因为他去新航工作，对，后来被检查到他有3个月。哦，不是啦，人家黄花闺女不是吓人呢。刚好他的那个当了3个月之后就 COVID。哦，我以为怀孕 COVID 被发现他有3个月不适合飞行。不，人家清清白白，对，待嫁女还没有待嫁，还 single and available， 对，OK， 那就是我们的直播天后。是的，我们的网红巧儿给大家带来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欢迎郑巧儿，谢谢大家，傍晚好，下午变傍晚了，现在。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那最亮的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狠心，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来，就你们的双手，拼一下你们的声音，好不好？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那最亮的一刻，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听得到你们的声音哦，大家，我们继续一起唱好不好？大家都会唱嘛，对不对？会的话，听一下你们的掌声。虽然狠心，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我虽然狠心，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熊熊火焰温暖了我。就像那熊熊火焰温暖了我。总经理的一把火，谢谢大家。这首歌哦，曾经新加坡有烟霾的时候。我把它改成苏门答腊的大火。我没有听过哎，那时你还小，你还小，你可以，我想要听一下，你们想听吗？想。你像那苏门答腊森林的大火，熊熊火焰飞过来我们新加坡。大家都懂，大家都懂。所以你去 YouTube 看就都有苏门答腊的那个大火。苏门答腊的大火，吹来这边 PSI 100多。他写的。忘记了。他写很多古里古怪的歌。记得他的歌词啊。最近我们做一个这个 traffic 的 show，他也写了很多有关于叫乐龄人士安全过马路的歌。只要是交通安全。天桥。你要用天桥，你要用天桥。那红绿灯呢？红绿灯也要用啦。哎，你都喜欢用高凌风的歌曲来改编？对，因为新加坡交通安全的歌都是我改的。很厉害是，所以啊，你要把这些你的独特的这些才华传给我们下一代吗？是，我觉得你真的你的这个文笔都很好，只是交通也是你写啊，你都没有来生，你敢写交通？歌词。哦，不会开车。对呀，你都没有来生，你敢写啊？可以，他又没有开写不用来生吗？
他会过马路吗？也是他就是路人吗？哎呀，我他用路人的角度要去行人写歌曲天桥也有歌对行人他不是天桥讲开车的安全，他是讲走路的安全。哦哎，我有一首路霸。路霸你都有。啊，花车的四过数，实在好佚佗。有人爱 speeding， 有人就慢慢走。有人一唱花车，一唱个 girlfriend 抱。有人为了看查某去弄掉老阿婆。啊，看查某，看查某，看查某，内顶有四个查某慢慢看。这个 YouTube 也有路霸。哇，跟生活上真的有那个息息相关的感觉。好听，好听，好听。很多那古里古怪的歌都是他写的。哎，别忘了巧儿哈。对对对对。巧儿，不是企鹅哦，也名。巧儿，巧儿，巧合。哦，你有没有天天做直播？没有啊，现在没有啊。哦，现在没有。现在每天做工人。做工人，因为我养了2只很大只的狗。哦，叫什么名 ？Star 跟 Sky。哦 ，Star 跟 Sky，Double S，Double S，You know？这样你的现在的眼睛看人会不会看低一点？为什么？哦，没有，我的狗很大，因为跟你差不多狗眼一样，看人低。跟你差不多一样高，我就知道。那只狗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真的，它站起来的话，真的差不多在这边。它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狗狗，真的，他拿你跟狗比嘞，他拿狗跟你比啊，斌哥太过分了，这么高啊！人不如狗。妹呀，这个不叫高，这叫矮。我跟你讲，巧儿，你养狗还不如养我。对呀。为什么不是你养我？你这要给他养吗？还是不要了。给他养好。这个狗啊，有时候会反口咬你一口，真的。是吗？你不要以为狗是最忠心的，对嘞，是啊，狗很忠心。会啦，狗也是会咬最忠心的朋友。我觉得忠心还是人，是吗？你有别人养你了，你不要见一个爱一个啦。就是，什么叫做人？你有你的主人了。对，巧儿嘛，刚巧嘛。哦，刚巧，它有主人了，对，有主人。刚巧碰到它，不是给它养喽。哇！不要紧啦，他家有2只狗，他不养你，你来了，我也是有2只狗。你要来，你来第3只喽，可以了。来啦，我们是人，不是算只的。不是他，我们是算个的。他年年要他养，他都不养。华语没有年年的，硬，他硬。什么叫年年？硬来呀，硬来。他真对我不是好养的，我是贵宾狗哎。贵宾跟我家那2只一样哎。你是宅人补的，我是宅人补的。我跟你讲，你的贵宾狗跟他的贵宾狗不一样，他的贵宾狗不用杂技团的，我家的是需要去跳过火要赚钱，我的是去赚钱，可以啦哈，考虑一下啦哈。好了，大家的兴趣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有时候我如果做人做腻了，我就做狗。现在狗好命哦。可以啦。哎，对啊。应该没有很多年了哈。好敢讲哦！讲到了，你会不会心脏病又在爆发？你不要给我们气到。对，他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来的。有人跟我们一样没有人来了，所以今天就是凯晴的最后一场，也是巧儿的最后一场。有很多人呢，最后一场。宝贝也是啊，我们也是，宝贝待观察中。好，下来唱什么歌？小滚滚冷冰冰。你識唔識人？你識唔識人？就能。怪不得福建話怪怪。小滾滾冷冰冰，冷冰冰。所以是什麼？要這樣讀？小滾滾。冷冰冰，冷冰冰，小滚滚，冷冰冰，小滚滚，冷冰冰，小滚滚，你的冷冰冰念得不好，你小滚滚陈建斌，好，马写赛，比较容易，改次我就改名，哦，小滚滚陈建斌，那来这首，来，小滚滚陈建斌，新的主題曲，歡迎巧兒，謝謝。偏偏世間只有對你來演，哦哎呦，伊是安怎來發現？
是你的心小小灵灵，情我看是真难收成。爱来爱去，等来等去，情感无，转来转去，加来加去，虽歹在人境，想来想去，摇来摇去，缘分无一定，分来分去，怨来怨去，痛苦已经完成。看是真难收成，爱来爱去，等来等去，思念真无限，转来转去，加来加去，虽歹在人境，想来想去，摇来摇去，缘分无一定，分来分去，怨来怨去，痛苦已经完成。谢谢小儿，好棒！好，今天大家开心吗 ？OK， 喜欢今天的节目吗？耶，有开心就好，因为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欢欢喜喜、开开心心。我要呼吁大家，等一下同样的帮我们做个反馈哦，很简单，仍然呢是有 ice golden stick 呢，分给大家投进我们的箱子就可以了。是的，然后呢，我们的问题都有以上一些问题了，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好，哎，来第一题就是我们大家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或不是？大家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当然呢，还有对到是对我们的节目满意吗？1到5，你选5就可以了。Thank you 。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艺术与文化的活动？是还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使用的文化通行证购买这场演出的门票，是或不是？你应该会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在 SCCC 和其他场地主办的艺术与文化活动1到5，自由的选择。哎，用完文化通行证后，我还会继续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是或不是？好，
那我们下一场的这个演出呢，就会在我们的7月15号哈，那中午12点30分，还有我们4点。那希望到时呢，大家可以呢踊跃来参与，来支持。是的，那今天开始就可以买我们8月场的票了，大家都可以开始买票。是的，是的哈。来8月份我们将会有中原特别节目，而且将是以午宴的方式，19号跟20号2天跟您见面。据说票已经卖完了哦，这个是8月我们有中元节特别节目，是海报呢是7月15号哈，就是下个月的节目啊，跟大家见面。对，哎呦，没有宝贝姐妹，没有代班，有啦，待定。OK， 好，今天的节目可以说是到这里告一段落。那我们还有一首大合唱，大家别忘了，我们献上一首非常有青春活力的歌曲。是的，因为我们是有活力的朋友，所以给大家带来这首《青春舞曲》。谢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唱第一段，你们唱第二段。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离那呀哟，别离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美丽小鸟一去，我的青春小鸟一去，我的青春小鸟一去。Come on， 别离那呀哟，别离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离那呀哟，别离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谢谢，谢谢，请继续支持我们下个月以及8月份的节目哦。小心帮我们亮灯，大家才离席。谢谢，注意脚下安全。Be careful, thank you for coming. Sayonara。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仍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飞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飞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错，用歌
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酒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